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伯记第27章。约伯继续讲：上帝拒绝我的权利，全能者互我心神痛苦。我去应我的上帝咒詛。我的活命若还伫我的内面，上帝的气若还伫我的鼻孔。我的喙唇绝对毋讲不义，我的舌毋讲诡诈。我绝对毋看恁做对，我到死嘛坚持家己宣传正直。我坚持我是对，毋放弃。我的良心一世人袂责备我。敌对我的，着受歹人的遭遇；攻击我的，着受不义的人的报应。无敬畏上帝的人受消灭，性命互上帝赐去的时，还有甚物愿望？患难临到的时，上帝减袂听伊的求救。伊减袂因为全能者来欢喜，减袂时常求救上帝。我要假示恁上帝权能的作为，全能者的所做，我袂暗看。这个恁拢有看到，哪还得讲遐个戆话？这是上帝互歹人的报应，是全能者分互强暴的人的产业。虽然伊的囝儿真多，因拢会死伫刀下，伊的后代无通食到饱。所剩的人因为瘟疫受埋葬，因的寡妇要哭嘛哭袂出来。因虽然积聚银亲像土粉遐多，他衫裤亲像土堆遐悬，做因贴义人要穿因的衫，无辜的人要分因的银。因起的厝亲像蜘蛛的网，亲像守望的人搭的寮仔。因去困的时，好野财富还伫地，一个困醒，逐项拢无去。恐怖亲像大水伫日时，甲因冲去，亲像大水伫暝时，甲因扫去。东风一个吹，因就无去，甲因吹离开本所在。狂风甲因扫，拢无留情，因拼命逃走，要脱离伊的威力。狂风对因拍扑仔，甲因踢笑，赶因离开本所在。